伫训练界高昌地图，去了解会看到善当该按将该共进听错空格。第4题出现了，先来了解选项的意思，再来判断答案。第一个 冇头冇塔，意思是毫无头绪。第二个冇炸冇足，无法掌握，摸不着头绪。第3个冇按贵，没那么容易。第4个冇应该，不应该。前面一句是去了解会看到善当该按将该共进听从用饭。他了解想看到山顶那么漂亮的风景，一定怎么样？我们将选项一一套进去，要选3，听从冇按贵。去了解会看到善当该按将该共进听从冇按贵。他了解想要看到山顶那么漂亮的风景，一定没这么容易。这个选项最合理通顺。现在重新阅读整篇文章，来检验带入的答案。阿妹上来熬满酱，冻穷现鱼下翻。家爸冻酱阿妹伫路内拄到恶人冇夹杀，手침来谦逊教练训练阿妹。阿妹进扑冻夹，卡界从量紧来紧冲。虽然迟到真实力，不过伊看到七架界进扑没迟到达得嘞。旧世界练到贵性算痛，没动上透难。旧世界冇生意促爽，没想爱放弃。特别阿妹爱放弃解下，就未想到有人讲过，危险是确实有嘅。不过爱降机，让唔降机，是你七架界先测。伫训练界高昌地图，去了解会看到善当该按将该共进，听错冇按改。透过阅读文章检验后，我们的答案就选1、4、2、3、